讲到这花莲光复乡呢，前一阵啊，才因为这崩山湖做大水，受损真严重。想袂到这德鲁固山区又搁再出现崩山湖啊！这林业保育署花莲分署就表示讲，因为旧台北山的路边呢崩落来，造成立雾溪出现崩山湖。这水一下就积20公尺悬，也因为这溪水真串流，有崩起可能性。已经把这堰口游客请离开，水尾民众也疏开，也提醒游客唔通搁再入去德鲁固国家公园啊。花莲秀林乡立雾溪台北线进行隧道口的旧台北线路段，因为山壁崩落来，甲立雾溪河路塌掉，形成崩山湖，宽度要20公尺。立雾溪是一直淹起来，有溢大水的可能。深度非常的深，大概25公尺，可能下午5点6点，这个水面就会接近步道还有公路。通知了那个东部电厂做好那个因应性准备。那我们也通知了秀林乡公所，目前正在那个民乐部落地方进行预防性撤离。林保署和公路局这单位的人员赶去现场监测，虽然现场已经出动怪手去挖，但是挖的速度是赶袂赴水位起来的速度。花莲分署讲，已经请警方和公路单位，向堰口以下游客离开，甲落风起来车健康，嘛请泰管处所有游客莫入去泰鲁阁国家公园。林保署已经发布红色警戒，请民乐部落和东部电厂的员工配合相关部门来进行各项撤离的措施。项目从发布强制撤离后，请大家配合一下。警方嘛开始巡逻公布，帮助大家撤离。相关单位嘛发送简讯来通知警戒范围的住户。17下晡3点半，乡长是针对水尾地势较低居民一户一户劝导，超过500个人，而且安排在亚洲阿蒙头公司的宿舍和秀林国小收容。因为我们也没有接获到中央的或是非常清楚的指示说哪一些范围是危险区。那我们就是在自己公所的整个应变中心成立的那个会议，我们就评估说，我们林有90这里是应该是会最危险的。多少人担心来，因为以前的台风是没有到这边，是怕那个热水湖的水量。根据林保署的资料显示，目前马太安溪崩山湖的水位高定是1019.7公尺，得水量是151万吨。同款维持红色警戒，为着避免未来若是发生大规模的地动，还是较大的雨势，佮造成灾情，政经协调所副总协调官李明岩表示讲，水头水尾拢有相关规划。马太安溪和光复溪破损的部分的交界，水利署已经完成3个所在的部分的加固。透过公司的空气背面，会当看到为着强化疏浚，真侪台山石车是较紧甲河川清出来的土埋对外口去载运。除了现在临时堤防已经完成，那要再去做加固，甚至必要的时候的加高或是超级堤防的上游的部分，目前有在规划设置比较系列的拦沙坝。台日友好国家一条，日本政府送的导入式水位观测器运到台湾，在当地的水位观测面对困难的时阵，日本来斗3工，嘛展现对台湾防灾合作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